22歲就畢業，有人咧等咗5年先至揾到好嘅工作，但係有人咧25歲咧就當上 CEO， 但係50歲咧就離開呢個世界，亦都有人咧50歲先做 CEO， 但係活到90歲咧仍然係好健康精神。有人咧至今都仲係單身，但係有啲人咧就早已經成家立室啦。奧巴馬55歲退休，特朗普70歲先做總統。世界上每一個人咧都有自己嘅時區，快慢咧係無需比較。前邊嘅人咧未必永遠領先，後邊嘅人咧亦都不代表永遠落後。生命唔係賽跑，而係各自走喺屬於自己嘅節奏當中。所以你唔需要羨慕啦，唔需要焦慮，因為喺命運咧當中咧，命運自然會幫你安排合適嘅時區。一切咧都會係啱啱有一啲適當嘅時機咧，會出現喺你人生當中，係啦。呢個就係 online 嘅一個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話錄啦。所以我認為其實人生咧唔一定話追求快或者慢啦，或者係一啲現實嘅擁有緊嘅成果啦。到底幾多歲擁有啲乜嘢？咁而係適當嘅時機咧，快適當嘅時機慢，最重要係揾翻屬於自己嘅人生節奏。